的方法，上尾一步就是来针对伊的信仰。所以信仰就是一个真大的精进真大的精进。伊知影讲要对付无啥人徛，无啥物人通找空白的，都只有是针对伊的信仰。伊即个信仰甲咱的信仰无共款，咱来找伊即个信仰的空白。所以看见但以理一工拢3工咧祈祷咧感谢好啊，即马来找即个巴比伦下即个禁令30工内袂当任何的神，袂当什么款的人求，只有会当王求。那违反即个禁令的人就佮等到使血。哇！即个禁令来啊，即个条件大，撒旦魔鬼是厉害。最后一招要即个但以理那个讲迄个一刀毙命一枪毙命即个一个命令你翘起来，看但以理免怎。但是圣经记载即个但以理伊的窗门是拍开的，伊也无惊人知。我就是一天3遍，规个上帝祈祷，上帝感谢，甲平常时同款。即个人的灵性平常就是安尼。兄弟姊妹，但以理会用讲是美好的灵性的人，这就是伊的生活的习惯。信仰诚做伊生活的习惯，信仰诚做伊生活的习惯，毋是需要甲来，毋是需要甲祈祷，毋是需要才感谢，毋是需要才祈求。这个人是一个真正敬畏上帝的人。兄弟姊妹，咱教会有咧推动讲爱读圣经，还是讲彼此祈祷，甚至咱有提供，咱有早祷会，咱有祈祷会。当然，大家人生活的步调拢不一定同款，但是咱讲做是基督徒上重要的，其实就是爱亲近上帝。咱有亲近上帝，咱阁有属灵的同伴，咱阁会当服侍上帝。我相信上帝的确会甲你相甲彼得，那甲像甲但以理相甲彼得同款。但以理虽然有生命的威胁，但是伊敬畏上帝，赢过一切；敬畏上帝，赢过一切。照常一天3遍来祈祷上帝。对于平时无习惯咧亲近上帝、无咧灵修的人30天闹啥论一个过对无？30天论一个问题也毋是问题啦，30天莫祈祷尔嘛就过都无代志啊。但是踮伫主内面的人真正踮伫主内面、属伫主的人，伊袂当无一天没亲近上帝。这个对的知影但以理祈祷的生活，知影伊一定袂放弃，所以就是用这个方法要来找这个但以理的麻烦，要来取但以理的性命，爱伊放弃伊甲上帝关系，放弃甲上帝关系。那个当时伫日本同款，伊放弃你去拜上帝，甚至你否定上帝。伫初代教会，足侪这的殉道者，拢是面对这款的挑战。但是一个真正敬畏上帝的人，像但以理，面对这款的困难，伊永远敬畏上帝，一天3遍祈祷上帝。伊甲上帝的关系，毋是讲我著尽一个责任的，这是伊的生命。这就是伊的生命，伊的生命就是属神的生命，这就是但以理。这个但以理袂因为这款的威胁来改换伊的信仰所以但以理甲其他2个人咧管理120个总督，你也看起来，伊用还是无用？伊非常无用巴比伦帝国遮大有遮侪代志。伊要处理的代志遮济，伊非常的无用。但是无因为无用毋免祈祷，毋是伊无用，毋免亲近上帝。所以有时毋是无用的问题。兄弟姊妹，我知影足侪咱兄弟姊妹常常拢会用无用做借口，用咱代志做借口，用真侪借口来减少你甲上帝的关系。有人礼拜咧讲礼拜咧。上帝失礼我请假，
吼今日我要唱诗班今日有上帝我请假，咱拢会使家己开嘴请假，因为也毋免罚款，牧师也袂甲你罚款，毋过上帝拢知影讲，你是真正袂用，还是无真正袂用？你的无用，你应该好好安排。你若有看重这个时间，你若有看重这个时间，你若有看重上帝，你袂使用这个借口。这个借口，上帝有接啊无接啊，你家己去祈祷甲知。你去祈祷甲知，毋是你讲就算，毋是你讲就算。因为上帝有准你无毋知，上帝有准你无，你可能爱祈祷甲知。兄弟姊妹，这就是咱信仰上足容易拄到的挑战。特别即马的世代，有益足侪迄个世间的代志足侪，咱若袂当真正有坚定的信心，咱有清气的心，咱看上帝最要紧。咱要掠掉这个福分，咱要像这个玛利亚掠掉这个福分，咱真容易，咱就会互这个世界甲咱分心。亲近上帝，是咱会当有一个美好的灵性上界要紧的一个管道管道有一个上帝的罗卜叫做穆安德烈，伊捌讲一句话，伊讲一个人无做工，毋是好代志，但总比一个人敢若用肉体去做工，带来更较大的这个歹处。所以意思咱今日讲做上帝的囝儿，咱要当用神一灵，咱就是爱来亲近上帝。常常亲近上帝，互咱的所行所做，拢会当荣光上帝。咱若无亲近上帝，咱要去做工，就是哪甲像迄一个军人无穿伊的战服要去战争共款，是一个运动选手，伊无穿伊的保护，去做这个比赛，带来的危险也是共款。感谢上帝，咱看见这个但以理伊一世人经过3个朝代，拢会当徛会牢，就是伊的信仰，就是伊水的灵性。一天3遍亲近主，5日祈祷。咱若会当像但以理，我相信咱无共款。咱伫任何的状况，咱拢会当徛在，会当得胜，会当感谢。伫试炼中嘛共款会当感谢。有一个上帝罗卜这个亨利马太，亨利马太这个故事，我相信咱大家听过有够侪解，但这个故事就是永远互人会记得对人有帮助的因为伊有真水的信仰，所以伫拄到心肝的代志时，嘛是感谢上帝。有一遍伊去用唱，伊伫个日记安尼写讲这是我头一届去用唱，毋是足侪届。钱虽然去用唱去，毋过无去用台词。我用唱去的钱无偌济，是我去互人唱，毋是我共唱，这一切拢是上帝允准，为着要叫听上帝的人得到利益。咱看起无啥，但是伊的日记就是咧表现伊有真水的信仰。拄了这个代志，袂负面思想，正面去想，佫会感谢，佫会感谢，这就叫做咱的帮助。兄弟姊妹，伫咱的人生中间，咱难免会共款像这个但以理会拄到试炼的事，可能用等到这个西亚血，西亚血，但是但以理就是得到西亚血，嘛是信靠上帝。相信上帝救伊，果然上帝找这个使者撒的水拢甲踢起来，袂当甲但以理，互伊拢一点受伤害都无。使徒保罗伊咧描写讲伊传福音的困难，伫这个提摩太培训讲伊讲上帝将伊对撒的喙甲伊救出来，所以这个撒代表是危险。是困难，但是上帝咱甲救出来
对但以理来讲，比赛较可怕的是遐个咧嫉妒伊的人吼，要甲伊陷害的人吼。但是上帝会保护伊，上帝会保护伊。兄弟姊妹撒旦魔鬼哪像咧好的屎要吞食咱？但是当咱会当常常亲近咱的主耶稣，咱的主耶稣伫启示录讲，伊就是犹大的屎。即个屎毋是迄个好的屎，毋是要吞食咱的屎。即个屎是会为着咱征战的屎。即个屎是会当帮助大笔来赢过即个熊的即个熊是屎，会当赢过即个溃烂，就是咱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伊对死过活，这是上帝宝座的正名。伊是王，伊有权柄，伊是受胎羊羔，为着咱来献性命，伊已经得胜。所以兄弟姊妹，咱生活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互耶稣基督伫咱的心内，就耶稣基督常常踮伫咱的心内。伫危险的中间，即个大利王吼，虽然足毋甘这但以理吼，遮好的伊的总长要死伫这西县，袂通救伊。但是伊所相信的上帝，改三合地的，伊所相信的上帝来保全伊的生命。感谢上帝，但以理是一个有美好灵性的人，望咱每一个人会当诚做有水的信仰的人。伫教会伊足注重兄弟姊妹灵修的生活，所以因对兄弟姊妹的这个信仰的造就足看重。兄弟姊妹，咱若无真正有较无爱读上帝话，爱祈祷，爱亲近上帝，咱属灵的活命，咱若袂当不断提升，有时咱真正是无法通去抵挡撒旦魔鬼的攻击。所以咱要有水的信仰，水的信仰是啥物？伊讲水的信仰吼，上落尾来，咱看尾仔节。上落即个水的灵性吼，毋是干那讲我行为的改善我毋对，我改变者，毋是敬虔的表现毋是热心的侍奉，毋那干那是知识的增加。毋是讲我的运数有偌济，我的窟仔有偌大，这拢是真好、真重要。但是上界要紧的，什么是水的灵性？就是上帝伫我内面哪来哪做，基督的信仰伫我的内面哪来哪成长，圣神的地位伫我的内面哪来哪确定，圣神无限量。咱属人的成分哪来哪减少？照咱的本性，照咱的土性，照咱的这个血气的本性，若是足济的时阵，咱灵性就哪来哪减少。这个灵性就是属上神、属上帝的成分所以属人的成分哪来哪减少。咱天然的生命会破碎，魂体人拢会当受征服。当咱会当安尼时，咱就是会当成做一个真水信仰的人。兄弟姊妹，咱逐工会当分别一点仔时间，互咱读圣经、祈祷、默想上帝话。我相信咱的灵性会哪进步，咱的生命哪无共款，咱咧做代志愈来愈无共款，咱哪会当成做圣洁下伫主用，会当用心一灵。会当用心灵。有人讲，咱这身躯体一摆吼，一工一礼拜若有至少要有3遍的运动30分，30分佮运动甲心跳的130下吼，安尼身躯愈来愈好。兄弟姊妹，咱若会当逐工有一个时间会当来亲近上帝，我相信咱的灵命会哪来哪好。咱拄着任何的代志，试炼到的时吼。咱会看见但以理，咱会当对上帝迄个信靠拢无惊吓，互伊会当靠上帝来得胜，求上帝帮助咱，拢会当成做有美好灵性的人，会当来用心益灵的人，上课来祈祷。
主耶稣感谢你，互阮会使去透过但以理，上帝你所拣选，你所使用，伫迄个狩猎的时代，来荣耀你的性命，有美好的灵性的人。主啊，诚做阮学习的模范，互阮知影，阮伫即个世间，有时阮会拄着试炼，阮会拄着苦难，阮免来抵挡，阮免来赢过，可能阮家己阮会失败，但是靠着你，阮会成功。阮的成功，就是在伫灵性的成功、信仰的成功、信靠上帝的成功、凡事接着基督的成功。主啊，相信靠着手是阮开力的，阮凡事拢会，互阮伫任何的境遇中间，靠你来得胜，来荣耀你的名。主啊，祝兄弟姊妹有美好的灵性，那家己领受福气，家庭领受福气，也互做人，因为阮来得到福气。感谢基督耶稣的名，阿门。回应时610个首，伫主内面有喜乐，请大家起立。姊妹，咱为了咱来祈祷咱家己可能有拄着试炼，有拄着艰苦，有拄着病痛，求主帮助，互你会当像但以理坚心信靠上帝，来祈求伊，会当常常向伊祈祷，相信上帝要伫你的身躯顶行代志，互你经历伊奇妙的作为彰显伫你身躯顶。会当为家己的家庭，为了家己的厝内人来祈祷。请咱也为着教会所有伫即个幸福小组团福音的事工，无论是福州幸福同工，还是即无道友，咱也为因祈祷。咱也为着教会即个地下室改建的工程来祈祷。咱也为着即个风台过了伫南苏列岛恒春半岛所有遮个受害咱的同胞，咱来祈祷毋望一切福建会当顺利为着即个世界有侪侪战争，特别伫以色列即帮的一个攻击带来足侪死亡，咱也求主怜悯，互即个代志无搁带来较大的伤害。也即咱为着国家祈祷，为着明年的总统选举、立委选举祈祷，
为着咱教会即个地下室改建的工程祈祷吼，为着咱的软弱的肢体祈祷，为着永福兄弟的妈妈祈祷，为着洪英姐祈祷，为着即个明芳吼，为着金惠，为着做这伫软弱中间的美顺姐，还是因妈妈，咱拢奉主的名祈祷，有啥物款的祈祷，带到主的面前，举起咱的双手，呼叫主啊，三声来祈祷。哦，主啊，主啊，主啊，主耶稣，感谢你，互阮会当来到你的面前，讲主耶稣，阮凡事只着恳求祈祷，感谢摆在伫你的面前。主啊，因为阮凡事会当奉你的名，阿爸父上帝来祈祷，想使阮搬过阮以外平安的。主耶稣基督，来保守阮的心，阮的念头。主耶稣，阮看到这个世间有侪灾难，总是因为人因为离开你，人拄着患难的时无倚靠。主啊，阮知影阮内面有你的灵伫阮的内面。主啊，你的灵伫倒一角倒一角就得到自由。主啊，你伫阮的内面，阮内面就有平安，就有喜乐。主啊，虽然阮有拄着试炼，拄着艰苦，拄着病痛。拄着患难，但是主耶稣啊，我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祈祷，向你呼求。主啊，你是听人祈祷的主。主啊，阮呼求你要应允，阮祈祷你要垂听。更较大、更难的代志，你嘛要指示阮。主耶稣，阮仰望你。主啊，保守阮伫你内面，互阮有平安。主啊，阮虽然有拄着风台，你也保守阮平安。但是阮要为着伫难事、伫逆岛、伫行船半岛，做受到这个风台带来损害，家园受损，阮的同胞求主你怜悯，望政府也会当帮助民间的帮助，会当互教会嘛会当出来来帮助，互一切这受损的拢会当得到恢复。所以说，阮仰望你，这个世界有真侪战争，真侪苦难，因为人的罪，求你赦免，求你怜悯，主啊，求你保守以色列平安。主啊，迄个地区会当战争减煞。主啊，阮恳求你帮助，互阮的国家也有你的看顾保守，互阮一切拢会当顺遂平安。每年的总统、立委选举拢一切平安。所以说，阮仰望你，阮传福音的时间求你看顾，互阮会当经历丰收。所以说，阮教会改建的工程求你保守，伫进行的中间有你的同在，所有的一切决定拢会当下伫你的心面。互阮所做事事亨通，主啊，软正的肢体，愿你的医治到伫因。主啊，阮将做阮的肢体仰望你。主啊，甲永兄的妈妈送甲你咧，愿你的医治伫个身躯顶，愿你的同在。主啊，洪英姐，主啊，伊生陪住，互伊会当紧紧得到恢复。主啊，阮明光姊妹，互伊当找到拄好的病医，互伊的身躯得到你的怜悯，得到主你的医治。主啊，愿你施恩伫阮做无论是伫癌症咧治疗的，主啊有软正咧恢复的，主啊愿你的保护掠卡，主啊愿你大能的手骨伫你身躯顶做医治的工作，主愿感谢你，主愿学了你，主啊甲阮三甲弟咧，所有兄弟姊妹拢会当常常祈祷伫你的面前，互阮像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互阮会当经历上帝你的同在，上帝你的得胜。常常伫阮的生命中间来彰显出来，主，阮感谢你，阮学了你，感谢你听阮的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请即事进前来收奉献。
请客起哩，咱做伙来吟奉献诗歌。感谢天父恩典，满满的赏赐，互阮有丰盛的恩典，互阮拢无欠缺。阮知我靠你一项拢无欠缺，因为你是阮上大的帮赞。主啊，愿献上阮的感谢，淡薄的金钱，请你甘纳，才会成做事工上的祝福，教会的祝福。芳芳的做献伫你的面前，你嘛纪念阮所献的，赏赐阮所不足的，大大的充满阮。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阿门。祝福垂献。391首，俄勒天顶主赞。阿拉天顶主赞，从这地的高攀，哦玛尼，朗朗的菩提，当心莫勒兄弟，俄勒三位的。祝祷，请陈牧师。咱恁通平安去，愿爸囝圣神三一体上帝常常伫恁的生命内面，互上帝的灵丰丰富富点伫恁，伊要兴旺你的肉体的生命，哪来哪衰微，互你有美好的灵性，会当伫一生的生活中间来益神益人。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从，圣神的相通，甲恁三甲彼得，对支持到永世大无尽。阿门。阿门。请坐，今仔日聚会到这闭会。